每當夜闌人靜，屋企人瞓晒覺嘅時候，我會偷偷地走出廳。我試過連續食10包朱古力，然後喺馬桶度扣喉，想嘔返出嚟。我叫做婉彤，由細到大，身邊嘅人都笑我大瞓，甚至會幫我改花名。我好唔開心，但係我亦都覺得好無助。我好羨慕身邊瘦嘅人，亦都好想令自己瘦。我會食好少嘢，甚至將所有嘢食浸過水我先至食，但係都係冇用。有一日上體育堂，我唔知點解暈低咗。喺醫護室裏面，老師好關心我嘅情況。之後我亦都喺網上面睇到一套紀錄片，我先知道原來唔同身形、唔同膚色嘅女仔，其實佢都可以好自信。後來我先發現，原來有一個科目可以揀，叫做營養學，所以我好努力學習，希望做一個營養師。我希望將我專業嘅知識教授身邊嘅人，去幫助其他人，無論喺生理上定係心靈上，都可以重拾自信，做一個唔使介意人哋眼光、過真正健康生活嘅人。